燒賣頂嗰啲係蟹黃。哦，Hello，大家好啊，又係我的神。今集帶大家去有25年歷史嘅酒樓，就係寶湖海鮮酒家。佢係位於中環祖庇利街，距離我公司大約係5分鐘嘅路程。而呢間寶湖海鮮酒家我已經食咗好多年啦。以前係我老豆同佢啲老朋友每個星期都會約一日出嚟飲茶。響過去嗰10幾年啊，香港嘅金融業一直好蓬勃啊。當時唔係因為同啲部長熟啊，lunch 都幾難攞到位。仲記得10幾年前啊，股票行嘅食飯時間起碼有2個半鐘，而酒樓就係喺嗰2個半鐘堆滿晒做金融嘅人，話題都係講緊炒邊隻世界股，個個都揾到食咁啊。自從喺某一年啊，lunch 時間縮短為1個鐘，但係過咗咁多年啊，個個都習慣晒。正正係呢間寶湖海鮮酒家，見到入邊個環境冇變，但係 lunch 時間裏邊嘅人都已經係寥寥可數。諗翻起以前嘅行業，對比依家就真係有啲唏噓。以前呢條街佈滿證券行，依間隔一排就話有一間要執笠。好啦，講完金融業啦，我記得佢哋做嘅點心相當唔錯，但係近年去嘅感覺就好似每況愈下咁。我記得2個月前我去蓮香樓拍過一集，俾我嘅感覺係唔錯。今日去寶湖食 lunch， 正好可以俾我對比一下。依家嘅時間係10點05分，由祖庇利街望過去，門口係冇人等位。今日約咗我老豆飲茶，2個人食嘢可以拍到幾樣點心。由於去到年紀大，我就叫佢唔好叫炒飯同埋牛河，因為隨時血糖爆標。當年食飯時間係冇可能有吉位嘅，依家我睇落都好多張吉台，同蓮香樓嘅人流形成強烈嘅對比。食得響我嚟之前已經嚟咗龍蝦餃啦，食落睇下咩料先。擺咗一陣仲係熱辣辣，個皮稍為厚咗少少，個蝦嘅溫度都仲係好熱，食落去偏鹹，超級一般。呢碟係叉燒腸粉，睇下佢好唔好食先。個皮俾我感覺就係偏厚，裏面嚿叉燒實在太細嚿。呢個叉燒腸真係好一般，可以唔叫。之後就嚟咗個雞扎，同埋飲茶一定要叫嘅燒賣。如果佢嘅燒賣同埋蝦餃都係唔得，咁其實呢間酒樓佢出品其他嘢都係麻麻地，純屬個人嘅睇法啊。另外我本身好中意食灌湯餃嘅，嚟親都係一人一隻，有少少食鮑參翅肚嘅感覺，係一種廉價嘅快樂。賣相係咪相當唔錯呢？又等我試下先。個湯夠熱，一如以往有少少似魚翅嘅湯底，夾雜少少金華火腿嘅味道。唔好意思啊，我唔記得影入邊個餡，太享受掛住食。裏面有雞啦，有蝦啦，同埋冬菇啦，然後仲有少少豬皮。灌湯餃做得好高分，必食。而雞扎都幾足料，豬皮、冬菇同埋芋頭。通常都係拆散嚟食噶啦，有冇人可以一嚿擺晒落口？雞扎都幾飽肚，而味道就還可以接受。燒賣真係非常之一般，蒸到過晒籠，個皮又爛晒，豬肉唔新鮮，所以醃得太鹹啦。得罪講句，包點先生啊，唐記包點都好食過佢。燒賣可以唔使叫。然後最後嚟咗紅油炒手，而據我理解紅油炒手應該係辣辣地嘅。我食完我理解為呢個係一個普通嘅菜肉餃，同埋個碟嗰撇醬呢係酸嘅，同時間係冇乜辣味。而呢度所有有皮嘅點心呢，個皮都係厚咗少少，個餡一般般啦。而我得出嘅結論就係呢碟嘢係唔合格。
最後埋單要361蚊。如果好食係合理嘅，如果要嚟一定要食灌湯餃，雞紮都還可以，其他就真係一般。寶湖性價比絕對輸俾蓮香樓啊，係因為情意結先再嚟幫襯嘅啫。其實當年唔係咁差噶，只不過係越做越差。而大家有冇食過寶湖？不妨留言分享下。如果想支持我，記得俾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， 就係對我最大嘅支持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